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波牧师。今天6月2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跨文化的婚姻。我们要读路德记1章第4节，今天还是只有1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在彼得前书1章16节，那位呼召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，你们也必须在所做的一切事上圣洁。自1980年代起，跨国婚姻开始在台湾国内形成一股风气，加上国人生儿育女这样的一个意愿不高所产生的少子化现象，迫使的连带这样的一个跨国婚姻生子女人数比例逐年攀升，许多跨国婚姻家庭较为传统，结婚生子大概是他们家庭的共同愿望，所以外籍配偶来台通常在短时间内便怀孕生下第二代，实际所谓的新台湾之子的现象，在不久的将来势必在台湾形成一个不小的社群团体，所以呢，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将是一个不可忽视，要慎重因应重视的实际问题。今天我们看路德记第1章，告诉我们，住在伯利恒以法他的一个家庭，以利米勒他惜家带眷移民到摩押地，原本打算长久居住他没有打算长久居住，不过呢，要暂时居住以便度过饥荒，没想到到了那里就住下来了，甚至长达10年，并且他的儿子们还与异族通婚，娶了摩押女子。摩押人的先祖是罗德被他的女儿灌醉后乱伦所生的孩子，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所生下的，所以和以色列人是有关系的。以色列人虽然无明文禁止和摩押人通婚，但因为摩押人信奉基抹，他们不但道德败坏，又多次与以色列人为敌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的途中，他们曾经贿赂贪财的先知巴兰，设法要咒诅以色列人，所以在律法上，耶和华禁止摩押人入以色列人的会中，不让他们进入上帝的圣所参加聚会。拿俄米的这2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。如果从以色列人的信仰来看，先是父亲他不好好的敬畏上帝，远离了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失败了。后来是儿子与异教徒通婚，也是步入失败的后尘。现在国内失去见证，现在又在国外失去了信仰的见证，他们完全远离了上帝的吩咐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。这是记载在申命记。我们知道婚姻的关系透过2人这样的一个亲密的连结，
而影响到整个人的存有，就像是两个人的灵魂来结合成为一体的关系。所以有两种魂结，魂的连结。第一种是属神的魂结，因为这个魂的部分是影响到我们的思想、情感跟意志，所以属神的魂结就是带有一种崇敬、信任、尊敬和爱的关系，使一个人得以自由地成长，而满有基督的样式，并且透过这样的关系得到鼓励，而得以满有能力来追求从上帝而来的命定。第二种是不属神的魂结，这一份的连结带有恐惧、憎恨、苦毒、痛苦、控制、操纵、欲念、占有，不属神的依赖，不属神的启示，这个内在的誓言、立约、膜拜、结盟，以及其他不属神的情感、仇恨啊、生气啊、嫉妒啊等等。那这些的事件与环境的关系，这些都是阻碍了一个人在基督里成长，阻止了追求从上帝来的命定。所以当拿俄美的两个儿子与摩押女子结婚，透过婚姻亲密的关系，两人彼此会从对方连结所承受的祝福与咒诅。我想这就是应该透过上帝的吩咐，以色列百姓不可与异教文化的民族通婚的原因，免得百姓与另一半的宗教连结，特别是不同的宗教文化，更需要谨慎选择，免得惹上帝的怒气，使自己陷入在罪的网罗之中。假如我们过去对这方面不了解，因而在婚姻上与异教文化的对象连结，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属天的交换与整全的祷告服事，使我们的身心灵带来了医治、释放与自由。透过祷告服事，恢复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要给我们的一切的赐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服事，来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释放我们这些不属神的连结。我们来默想，常听到许多跨文化宗教的婚姻最后以分开收场，你觉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而你对跨文化的婚姻看法如何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的救赎，并赐下圣灵保惠师，使我们明白真理。当我们明白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。主耶稣，过去我们自己在掌权做主，但是有一些人事物我们没有办法掌权，所以主耶稣，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，特别是在我们的婚姻来掌权，特别在选择婚姻的对象时候，让我们有属神的意志来做正确的决定，能够得着神所是合适的对象，使我们的婚姻生活及所建立的家庭有上帝的同在跟赐福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